客戶資源獲取困難，市場推廣渠道有限，法律糾紛處理繁瑣，合作機會難以挖掘。ESES 為你解決這些煩惱，助你突圍而出。ESES 還要領航共創商機。以下是我們商會的特色：交流無界，資源共享，攜手成長。3大會員計劃，開啟你嘅專屬商務之旅，盡享商會特色福利，探索商會多元產業版圖，引領行業未來。誠邀商戶加入，共同成為宗旨。即刻加入我們商會，共用商業資源與機遇。